关政府参民间团体合作发动第4摆的乌克兰救灾车援助行动。今年计共送出60多台的救灾车去乌克兰。伫咧今仔日的捐赠仪式开始进前，全场也先默哀1分钟，感谢伫咧乌克兰战争当中战死的台湾志愿兵吴忠达。全场的人员站起来，替伫乌克兰战死的台湾志愿兵吴忠达默哀1分钟。罗西亚参乌克兰烧战到今已经2年半的时间，台湾除了有志愿兵去前线，嘛有企业家为去年开始自发性募集各种救灾车，透过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、甲台湾社区关怀协会，甲物资送去乌克兰。这个是利用台湾多余的资源，我们把它整修好了，送去乌克兰，它可以发挥最大的救灾功能。因为战争就是遐尼久，所以真侪物资拢真歹有，因为有国际压力，所以台湾真勇敢，徛伫人道这个方面来援助因的物件。救护车、水灵车，一台一台的救灾车，各有打台湾国旗、参乌克兰国旗，这拢是台湾政府各单位退役的车辆，经过民间企业开千外万，重新整理关予乌克兰。每一个城市每天就是会被攻击的危险，然后就是无论机会碰到大楼，然后会爆炸，所以那些救援车辆需求越来越大。台湾政府参民间团体、企业合作，2023年开始，计共捐出140台的救灾车，今年阁要送出60多台救灾车去乌克兰。住伫台湾的乌克兰人表示，真感谢台湾人的爱心，嘛毋望战争早一日结束，幸福人民平静的生活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